益生菌種類繁多，應該點選擇？今日就為大家介紹兩款針對唔同需求嘅益生菌。Gastrolab 維樂樂益生菌加入中草藥茯苓、山藥、瑞士專利益生菌 Pylopas 及多種益生元，經臨床證明可以清除幽門螺旋菌，幫助修復胃黏膜，提高胃部防禦力，補脾養胃，好適合有胃痛脹氣、幽門螺旋菌或者腸道保健人士。而且配方天然，不含西藥。另一款 Sugarlab 糖樂樂益生菌係為關注血糖健康人士準備，加入山藥、葛根、桑葉5項國際專利益生菌同埋益生元，有助保護胰島細胞同減慢糖分吸收，降低餐後升糖指數，平衡腸道菌群，好適合血糖比較高、容易波動、平時缺乏運動、飲食不均、體重過半人士。成分天然，不含西藥。